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名人嘅故事。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名人故事就係勤奮嘅愛迪生。勤奮嘅愛迪生從12歲就出去返工。有一次，佢上火車賣報紙。有時間嘅時候，佢就會做實驗。有次火車嘅震動將啲實驗搗亂，實驗就變成火警。車長知道嘅時候好嬲，就抌晒啲實驗出去窗頭。愛迪生仍然冇放棄，佢仲堅持去做實驗尋找答案。我哋應該學愛迪生嘅精神和學習態度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